性無線系統 Wardenclyffe 計劃。Tesla's wireless world system to turn Earth into one gigantic dynamo。這是一個由 Tesla 所創造出來嘅全球性無線運作模式嘅概念。其核心部分就是利用 Wardenclyffe 塔去從大氣發出信號用作傳輸、轉換及遠程操控，再利用地電產生無限電力去24小時無間斷運行，實現超越時間、空間、距離嘅發展模式。其電磁學、驅動器、多相交流電、X 射線、無線燈等，都是為其實現這計劃的其中細項的研究，為提供所需要的技術而進行，統合出相關的專利技術去建立這龐大計劃。而這無線計劃概括出其主要有16大分類。第一項，影像傳輸系統，可遠程操作遙控鏡頭轉向監控，雙向即時傳送聲音影像。第二項，電力維持系統，利用地電技術及大氣無線傳送電力去維持無限供電，從土地裏的物質轉化為電力，或用大氣中粒子產生電力可傳輸至無線燈光系統用作24小時照明，甚至儲存電力用作其他所需。第三項，個人化信息傳送，不論手寫文字、圖像、密碼，任何標註式資訊都能原形真實傳輸到目的地。第四項，即時環球演講，演講者只需帶備無線廣播器即可作出即時演講，不受場地、時間、空間限制，手持器材即可自由發佈。第五項，擴散式可調頻傳訊，利用獨立電波發送內容，群眾只需調至相應頻道能作出多向信息交流。第六項，星際溝通，超遠程接受及傳輸不同類型頻譜的信息，生成轉換成相對的信號來達到交流。第七項，全自動生產流程，收到生產信號自動點對點式操作機械去按階段生產，其後運送至下一階進行加工程序真至完成，無需人手完成全程工作。第八項，環球時間同步化，經由無線信息統合發佈時間，進行實時時間同步，免去因個別機械及環境而引起的時間差異產生的問題。第九項，環球通訊電話，非定點式環球即時語音傳送，不受地理環境限制，能達至即時溝通。第十項，加密信號傳遞，官方專用獨立傳送機密資料，採用代碼變換資料內容傳送至目的地再解讀資料，非一般大眾電波頻道，採用另一類非公開頻率接收發射。第11項，即時股價交易系統，實時同步操作股票、證券等交易價格、數量去進行交易，解除地區限制擴展到全球共同經濟運作模式。第12項，環球音樂共享系統，無限制音樂風格全天候廣播，提供最新最快潮流趨勢分析。第13項，地電供應，利用大地的質量反應產生電力，以無線方式提供電力永續運行。第14項，戰略性導向魚雷，利用被鎖定目標的磁性作導向，以及在水底潛行中做出相應攻略行動。第15項，複製生成影像，將個人化影視、畫像做出遠距離複製。第16項，電信業務，公眾化電報傳遞及實時電話影像傳輸。以上就是 Tesla 那超乎想象的計劃實際運作模式的概覽，為進入這階段實驗建立所需要的大型機械。Tesla 離開紐約為進行下一步而尋找合適地。
樂。